全部馬匹準備就到9場賽事，3班2000米嘅長途賽，暫時大熱係14。咁埋志敏象徵嘅工作人員，好啦，黃旗佢隨時喺度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和平波應聲彈出啊，響外邊呢就時時精準啊，外邊呢一支箭呢，中間紅黑直間衫呢仲有隻行之有道啊，第5位中檔63呢就綠色巨人啦，中間粉紅衫披桃花雲啊，響入邊呢仲有藍衫嗰隻青雲龍區啦，後邊嗰陣啦，內蘭大面菇仲有隻志敏象徵啊，B4中檔粉紅帽披津財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有安可啦，包裝創新啦，暫時殿後係嗰隻精英紅心嚟㗎，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呢隻和平波啦，時時精準就跟住個第2位啊，第3位嘅馬埋邊位置有一支箭啦，行之有道，紅衫跟住個第4啊，第5位嘅馬啦，外邊係綠色巨人俾人頂咗出邊喎，綠衫第5位嗰匹啊，內蘭藍衫仲有青雲龍區啊，中間呢就桃花雲啦，響外邊呢就係灰馬嗰隻精英紅心嚟㗎，再後啲個馬匹啦，先見到個包裝創新志敏象徵啊，咁啊尾子位置披津財啊，暫時殿後馬匹呢變咗嘅就係安可嚟㗎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啊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呢隻時時精準啊，綠色巨人與其走外達不如走上去啦，跟住個第2啊，內蘭第3呢就和平波啦，第4位紅衫呢仲有呢隻行之有道啊，第5位一支箭啊，第6位灰馬就精英紅心啊，再後嘅馬青雲龍區包裝創新啊，尾4到啦就係呢隻桃花雲啊，尾3內蘭志敏象徵尾支進財暫時包尾仍然係安可嚟㗎，好啦，差唔多轉彎入直路咯喎，時時精準仲係佔先嘅，咁啊見到綠色巨人冇大份響佢外邊㗎啦，第3位㗎嘛，中間呢和平波夠唔夠位賺出嚟呢？響入邊有一支箭啊，掟到出邊追㗎嘛，仲係行之有道啦，咁啊精英紅心啦，最出仲有2隻㗎，包裝創新同埋桃花雲啊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和平波響中度出咗嚟先啊，埋面啊時時精準啊，見到大外檔進財上嚟喎，入邊有一支箭，安可亦都追緊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和平波拋嚟1個幾身米，安可越逼越近，最後50分，和平波仲係接戰，安可追唔追到喎，接近終點，安可贏啊，喺第2名披和平波啊，第3名中間一支箭都捐埋上嚟喎。中間呢和平波夠唔夠位賺出嚟呢？響入邊有一支箭啊，掟到出邊追㗎嘛，仲係行之有道啦。咁啊精英紅心啦，最出仲有2隻㗎，包裝創新同埋桃花雲啊。最後300零米啦，和平波響中度出咗嚟先啊，埋面啊時時精準啊，見到大外檔進財上嚟喎，入邊有一支箭，安可亦都追緊啊。最後100零米啦，和平波拋嚟1個幾身米，安可越逼越近，最後50分，和平波仲係接戰，安可追唔追到喎，接近終點，安可贏啊！喺第2名。披和平波啊，第3名中間一支箭都捐埋上嚟喎。咁結果今場賽事咁入彎仲響爆尾嗰種安可，結果呢沿住個內檔左穿右插衝上嚟，將和平波趕過咗。咁啊第3名嘛，一支箭，第4名埋邊，時時精準。哇！你隻安可睇住佢換一換腳，加速上前啊，嗌到啦3場和平波諗住到啦，都係得個亞軍，一支箭第3，時時精準，翻嚟排第4。蔡約翰起碼啦，頭嗰2段啊步速好慢好慢。因為艾杜拿手風順大熱啊，哇佢好勁啊，仲要最後。安係今日都有場頭馬啦，有6個獎金啊！參加年資11號、7號、10號爬到呢個過先。包裝創新同埋桃花雲啊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和平波喺中度出咗嚟先啊，埋邊啊時時精準啊，見到大外檔進財上嚟喎，入邊有一支箭，安可已經追緊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和平波拋嚟1個幾身米，安可越逼越近，最後50分，和平波仲係接戰，安可追唔追到喎，接近終點，安可
超難中都係得㗎。學飛係咯。呢個想咁陰出嘅。都好刻意咧，佢誒跟住條板㗎啦，先仲最輝煌都係隻板嗰啲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first and the line and draw is from PB Bones and welcome by Raymond Joyce for his over 1 hour train time. 最主要次次都未幫呢個衫嘅。附近休息咗4日9天。佢哋4隻身邊嗰隻誇張。打標出咗嚟，1日9天我講過一次啦。都仲打標要一打打。頭先包裝風聲係第4。綠色巨人嘅首身位啦，不過都算係快，未有想象中咁好喎。4年輪嘅派賽7號、8號、10號、11號派7人啦，始終呢個都大戰場。4場賽預計派賽啦，11號、7號、10號、8號順序派19000人